台鐵苗栗到竹南中這鐵路啊，早起發生了工程意外，原地一隻怪獸佇頂頭咧施工，但是呢車身袂穩，規隻並過煞攏並佇個鐵軌路頂頭啊，要安怎呢？造成了6班停賽，30班滿分，所以害着真濟要上班要趕上課啊，先愛等超過半點鐘以上，差不多愛遲到啊。等甲車入來，一看到車入來，大家啊攏爬咧走啊。聽到火車特別入站，全部乘客聲趕緊衝到對向櫃台等車，因為已經等超過半點鐘，總算等到火車入站。台鐵今日透早4點多接到通報，公務單位佇咧苗栗到竹南之間西正線施工的時陣，一台怪獸保險禮品佇咧鐵軌路邊仔，隨派人去到現場修理。安那西正線主要提供路南列車咧駛，怪獸並且咧後卡佇咧鐵軌路，列車敢會當暫停駛過。台鐵趕緊調度，甲由上北東正線採取單線雙向通行。不過，敢若剩一條鐵軌路，路南列車班次受到大影響，攏總造成6個班次停駛，30個班次延誤。苗栗造橋車站站務人員直直廣播，提醒旅客注意火車的換告。嘛，佇咧車站交票的所在採廣告，說明工程意外狀況。真濟乘客和囡仔上班上課攏換告，攏客佇咧櫃台怣怣啊咧等。然後我們就等他說為什麼沒有車？半個小時有苗栗到竹南，什麼車子倒在鐵軌上。怪獸並且地點佇咧高架鐵軌路，根據了解，因為受到地形限制，工作人員為了修正鐵軌路邊仔的樹基，特別將怪獸加到大機加倒。所以當時敢若是經費操作的時陣修長，車身才會動起平倒佇咧鐵軌路邊仔。台鐵公司講造成旅客無方便，感覺真歹勢。有趕佇咧下晡2點40分修理好勢，恢復雙線正常通行。